美食报卖啊！锅铲翻动，加上4亿的炒饭香气，吸引不少过路客闻香下马。特别的是，这摊马来炒饭从傍晚5点半开卖，大约只要3小时就卖光收工。不少晚来的客人只能下次再来，甚至还有马来西亚华人1个礼拜光顾3次。最近常来这边买吗？对，最近觉得他们的口味怎么样？口味蛮特别的。怎么说？因为它有他们蛮正统的马来的味道。对，因为我现在是马来西亚人。对，这样子。然后他吃了就觉得很满意，这样。就觉得不错啊。不错。对啊。所以最近常来买。这个礼拜买3次了吧？马来炒饭业者阿邦与另外2位好朋友阿瑶与阿翔，在府前路开了间马来西亚餐厅。但因为疫情影响，加上想走出厨房与客人直接互动，得到最直接的回馈，所以阿邦从上个月起，在东区胜利路上做起了摊车炒饭的生意。因为我觉得餐厅营业可能没有少了跟那个顾客之间的互动，就是反而我们如果客人回馈的时候，都是回馈给我们的柜台，我们反而没办法正确直接接收到客人想要表达什么。然后就是做餐饮的，不妨就是希望客人回来之后那份好吃的感动，而我们如果在厨房内部的话，是完全不知道的。对。虽然是台湾人，但口味却一点也不马虎。因为过去曾在澳洲知名马来西亚餐厅工作了1年半的时间，对料理火候以及口味都非常有信心。那你当初怎么会接触这一行？当初是因为因为我们在嘉义也有那个开店，嘉义是总店，他那边的师傅也是我们的总老板，台南也有一个，他们是一起跟我们去那个澳洲打工游学，然后之后就爱上他们那种街边摆摊那种感觉，有点像一个大市集那种感觉，没有拘束，然后大家可能路上点的就吃那种大家聊天的氛围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疫情当前，多数餐厅生意都受影响。阿邦与好友阿瑶、阿翔原本经营的餐厅不打烊，更开创出路，分别在嘉义以及台南开启摊车生意，用不同的方式让道地的马来风味继续飘香。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。